鄉親啊，你印象當中的傳統市場，是毋是還閣停留佇人潮槓槓滾、話尾聲、連伊遮連伊遐，充滿着人情味的景象呢？即擺的社會，大型賣場連鎖超市，加上外送普及，攏間接使得傳統市場面臨着人潮流失的危機。再加上摊商個人化，這個因素對市場工作者來講是困境，但是嘛有可能因為安尼，閣找到活路。像台北市萬華區的新富町文化市場，有一間市場學校，有採買、美食教學、甲萬華味力體驗等等，這課程的內容攏真響人。咱就來去新富町文化市場來看具會業甲新創意，安怎聯手，閣找到賺錢的機會。我媽媽來市場學中文，透過傳統市場去認識台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。我驚訝，因為我沒有想到裡面那麼乾淨，真的有點嚇到。來看看哦，挨一下不？傳統市場用一個比較文化的方式轉型，跟周邊的環境跟市場可以做到很好的對話。改變對市場會帶來新的生命跟新的契機。恁條來來去去，菜色雞子、雞鴨、魚肉，各種食材特色的食食，佇咧傳統市啊，攏總有。來看看哦，挨一下不？挨一下無啊，排骨那邊多少？100塊，好來。這個感覺就是很熟悉啦，然後其實大家都一直在講的是傳統市場，就是人情味嘛。阿嬤家馬有去小這邊也是哦，對對對。34家做生意做70個。上面寫東的都是屬於東山水街市場，然後後面那邊寫新的就是屬於新富市場。哦，對。甲印象中總是佇咧街仔路擺攤販賣傳統市仔無同，佇咧台北網甲有一條街仔路有兩個市場，一邊是新富，另外一邊是東山水街。啊，那佇邊仔是有100年歷史的古蹟，也就是新富市場的古蹟。台北萬華的新富町文化市場曾經是日治時期熱鬧的菜市場，在沒落多年後，透過修復與再利用，如今重新回到了城市的生活軌道上。因為它是一個市定古蹟嘛，當時就是開始在討論要怎麼去把這個整個古蹟做一個活化，它有一個它的歷史的意涵，然後怎麼跟周邊的環境去做一個很好的融合。文創團隊進駐了後的改造，讓原本殘破的老建築變新，加做創作加資訊交流的場所。那我們接手它完全是一個空的殼子，對，所以我們在做的就是希望說，它未來其實我們會需要有一些舉辦活動的一些空間，有點比較像是給一些青創團隊它可以進來。對，所以在這裡也有一些小型的一些辦公室，然後我們透過招募的方式，給一些年輕人，他們願意進到萬華，或者甚至是本來就是萬華人，他回到萬華在這裡創業。原有的空間有全新的價值，新富町文化市場今嘛嘛是教育基地。用一個比較像是進到市場去跟攤商學創業的方式，然後帶着他們在市場的攤商的後場去學怎麼做生意，然後包含他們自己在整個夏令營的結束之後，他們自己要在市場裡面開一家店，推一些共學的活動、共組的活動，讓年輕人甚至是說現在社會人士進來，我們會帶着他們進到市場裡面去做導覽，然後一起去買這種食材進來，在我們的廚房一起學做菜。就是這幾年我們有希望透過學校的教育，讓小學生、中學生甚至高中生愛上這個傳統市場，讓他們慢慢了解這個就是傳統市場的一些軌跡啊，讓他們去了解，讓大家都有不同的機會接觸到，原來傳統市場其實原來是可以挖掘這麼多除了食材之外，然後還有一些在地的知識，然後讓接下來自己的生活好像慢慢也可以去接受進到傳統市場。
展現改造的項目，唔係是建築本身，文創團隊的投入，甲在地文化更加連小我，帶動市場的經濟，嘛替攤商帶來新的視野。本來我們這個市場已經沒落了所以是因為他們進駐之後，整個活絡起來。他們帶來的一些那個文化的交流，確實有給我們市場有活路。現在這個場域裡面，洪總監他們還沒有進來的時候，這個幾乎是廢墟啊。從田野調查過往當中，花了很多心思跟精血在裡面，把這個整個市場打造過。個別傳統市場塗骹黏黏、淡淡、環境垃圾的印象，才漸漸啊有新的氣象。我驚訝，因為本來文化比較老舊一點的，然後那個夜市有一點老舊一點，但是我沒有想到裡面那麼乾淨，真的有點嚇到。跟我們以前我小時候的市場比較起來，它比較人也很親切，然後最主要乾淨很多。陸陸續續去學大賣場，看人家的東西啊，有營養成分要標，有效日期要標，什麼要標，OK， 學着人家應該要現在要怎麼做，跟着人家學。我們早期來講，很多傳統市場就讓人家表覺說，傳統市場買東西都很不明，就是價位很不明確看着就是亂賣。所以在我們這幾年大力推動之下，我們希望讓它價格透明化，讓消費者能喜歡到這個市場來。甲攤商徛工邊做伙拍拼的，還有為載寶又開始營業的餐酒館。上特別的是因提供盤仔，鼓勵民眾去市場內底敲吹。這個會辣嗎？這個也會很好吃。我們有自己的碗。謝謝你的服務。對，都幫你備一點。好，謝謝，謝謝。這個是從哪裡來的？不是從家裡。沒有，對，可是這樣也很環保了。我們那邊有一個酒店嗎？酒廠。對。然後就是很特別，因為你拿盤子，然後你去市場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然後在那邊點了喝的，所以我覺得很特別，所以我想給爸爸媽媽體驗那個。因為我們歡迎攜帶外食。一開始客人他們就會提着大量塑膠袋進來，到後來我們就開始更新，就覺得我們不要你們再拿垃圾袋了，我們自己去買了很多的盤子，所以主動宣導，請客人你們拿着盤子，然後坐下來拿了盤子去外面逛一逛，然後再走進來。用餐酒館提供的盤仔來敬酒配，對人客來講是一種新奇嘛非常特別的消費方式。因為有時候去個地方喝酒或是吃飯，你沒辦法吃別的，然後這個你就喝酒，然後跟大家、跟朋友、家人一起，然後你想吃什麼就吃什麼，我覺得很好。有很現代的環境，然後又有一個很傳統的市場，然後又有美食。年輕人非常喜歡這種元素，把傳統跟新的概念加在一起，這樣會越來越多人來認識萬華。原本做布店工課李正道，因為這款機緣，才做市場內底餐酒館的幕後推動者。一開始的時候，市場的人會說那也這個小的比較貴點，就是剛做起來，剛沒賽。其實台北缺了一個可以談天、可以談論事情的一個小小的休閒空間，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去定調這樣子的地方，去思考，如果客人可以輕鬆的進來，然後很容易的去接觸外面的市場的話，那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。伊衝破一關又一關的關卡，改變少年族群對傳統企業刻板印象，帶來新的商機。這個是日本時代的時候的冰塊制冰機，因為日本人做的，因為很重，所以它需要器材去把這樣子的冰塊扛起來。甲古蹟共存的除了餐酒館，閣有休困濟年重新閣打造的製冰室。李正道唔甘看空間成做過去，一段珍貴的生活基地的傳承，舊厝的生命閣在延續。年輕人
就是意願性進到市場的意願性其實降低的非常多。那我們怎麼再透過什麼樣的方式，讓年輕人願意再跨進到傳統市場裡？透過一個酒廠的一個營業，然後其實他鼓勵年輕人，其實他是直接進到市場裡面去買熟食。那我覺得市場其實也有看到这個改變，所以原本就賣熟食的攤位，他多開發一些熟食的一些食材。酒廠它帶動一些年輕人進來，你來喝酒，然後可以把外面的東西帶進去吃。对我們來講，對酒廠來講都是好事啊。他會給消費者碗盤，他讓他自己去外面採購我們市場裡面的一些熟食，那就是一種市場跟一個廠商的大家的一個互動的過程當中，是對我們市場是有很大的幫助。傳統市場就是需要這樣子啦。哦，謝謝。我女兒做的。哦，是啊，紫米哦，我喜歡紫米。謝謝，好啊，謝謝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原來菜市啊，唔那是農產品的交易場所，佫較是一座承載台灣傳統甲在地文化的生活學堂。我媽媽來市場學中文。你們從哪裡來？法國。法國來的。不喜歡台灣。讓大家可以去認識傳統市場的一個好跟它的一個價值性。觀光客他進來，他可能不完全是買東西，他可以去認識，透過傳統市場去認識台灣的一些在地的文化，進到市場裡面去學一些知識性的東西。這個是我們的東山水市場，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觀光市場，很多觀光客來。振興這邊的經濟其實也很好，從一個大家比較不太認同的地方，慢慢的有在變好。那再加上最近有很多國際的媒體也來，好，所以我們萬華整個的活動也很多，那整個形象也慢慢的在變好。我們很樂見這樣的趨勢。我們不希望傳統市場在我們這一代手中不見，我們希望把傳統台灣最傳承的東西、最傳統的味道，希望把它慢慢把它傳承下去。這個就是我們的最終的目的。因當時嘛串聯網界古早味，彰顯在地的台灣味。萬華其實有很多的宮廟嘛，跟就是萬華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傳統產業可以去做合作。100年的一個香鋪老明玉，就它本身就有沃香，但是我們幫它做了一個重新的一個包裝，就讓更多人可以認識這個一個傳統的一個香葉。那我們在夏天的時候，我們跟老季安青草店，然後去做了一個萬華的一個青草可樂，就是也蠻特別的。它本身的萃取是來自於青草，把萬華的各個地方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內容可以挖掘出來，讓更多的人願意走到萬華去認識萬華。現在剝皮寮整個分為2區，從這邊這個以前是蓄水池，這裡就是我們一般人他們以前居住的地方、生活的地方、做生意的地方。延續歷史，注入生活，因成功讓民眾擱再行入艋舺。過去的古蹟或者很多的歷史，對自己的在地的文化，還有包括在地的商店有哪些特色，你會更有感覺、更深入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來，好，所以萬華不再是一個很老的地方，它現在已經有開始很多年輕人的元素進來。在這個過程中呢，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在地的一個變化，結合我們在地的一些文史工作者，還有在地的年輕人，我們都一直想要透過各種活動，把萬華給它推廣出去。招財大賺集之際，台語有做招財大探集。我們店裡面有一個小小的招財貓神社，我們就一直在供奉它。用這個方式，在青山王生日之後的1個禮拜，我們叫青山王的 After Party， 對，然後我們就去做這個祭典。那市場的人一開始就想說，你們到底要幹嘛？就是要做什麼？這個祭典我們要做什麼？直到祭典前2個禮拜，會長才跟我們說，你們要不要夜練了？你們要不要走一下你們的路線？我們要不要一起去抬個轎子？然後，在祭典要出去迎之前，我們的那個招財貓的神社是不是要扛出來給大家看一下？這樣子，
有點像是循着台灣的繞境的慣例一樣，我們跑的一個一個店家，經過的時候，我們就跟他們 ON 一下，這樣子，就虎哥，就久而久之，我們這樣子的祭典做了3年，跟攤商這樣子的情感，其實是一年的這樣子累積起來。市長最主要就是做生意，可是還是要有它提升的位階的存在，透過不同樣的活動，展現多元化的東西，甚至比較年輕人的想法，說我改變。对市场會帶來新的生命、更深的契機，用一個比較文化的方式去跟它做一個轉型。那我們還是希望說，它跟周邊的環境跟市場可以做到很好的對話。傳統市場經久長的策略，不是野蠻的宣傳手法，嘛不是鄉土的優待活動，在地氣、人情味，這是因會當佇咧時代交替浪潮當中成功的關鍵。